些人是你们杀的。齐将，给我拿命来！我的娘！我的娘！元山，保重咱娃。大哥，大哥，我的娘！我的娘！
奸贼通敌叛国的事，果然是真的了。乔峰，你又为本帮立了一大功啊！啊，帮主过奖了，这也是众位兄弟齐心合力的结果。华大人，上次交给你50万两白银采买军备，不知道事情的结果怎么样了？慕容复，你是在责怪本官吗？华大人，银子收过了，我只希望事情尽快办好。你慕容家只不过是5代后燕的没落皇族，难道你还想跟我摆皇帝的架子吗？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一介草民，应该跪着跟我说话。我军备充足之时，就是我光复大燕之日。华大人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协议，将来我光复大燕，还可以将你算作是开国元勋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华大人，收了银子，想反悔吗？哼，就你那点银子，算你的保命费吧。我不把你想叛乱的密谋宣扬出去，就算是对你开恩了。怎么，你想动武吗？别以为江湖上说北乔峰南慕容，你慕容复就是天下老二了。你难道敢杀朝廷命官吗？杀了你，便如同杀一条狗。江湖的事儿，你懂个屁！既然知道我家公子的赫赫名声，还敢骗我们？亏你还知道北乔峰南慕容！非也非也，老是爱胡说八道。什么北乔峰南慕容，分明是南慕容北乔峰。什么南南北北的？这世上只有慕容。你想造反吗？杀了那个狗官，用作去购买军备的50万两白银，也付之东流了。得想个法子填补才行啊！非也非也，不，是也是也。表哥，表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回来了，我有1个月没见到你了。哼，是吗？我走了有1个月了吗？表哥，你别再看了。表哥，你最近武功精进的怎么样了？你走了1个月，我又看了27派的武功秘籍，我说给你听好不好？表哥，燕子屋不好吗？你为什么总做那个虚无渺茫的皇帝梦呢？表哥，你别生气，是我不好。表妹啊，我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
峰接替我，你怎么看？乔峰胆识过人，武功盖世，又深得人心。按理说，下一任帮主他是最合适的。唉，只是我怕迟早有一天，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，要严守秘密。我最近感到身体非常不适，力不从心了。这接棒人还是要尽早定下来。谁还来？来呀！听我说，没见过他饮酒，不知道他的海量。再动下去，估计全帮的弟兄们都得被他灌倒了。汪帮主和马副帮主来了！众位兄弟可好啊？好。白长老啊，这位是我的夫人康敏。哦，马夫人。乔峰，乔兄弟。啊，久闻江湖传言，北乔峰，南慕容，我仰慕已久，只是无缘相见。今日有幸得见，真的是男儿中的男儿，好汉中的好汉。大嫂过奖了。程兄，我不服，咱们再喝。好，哎，不用碗，咱们用坛子怎么样？啊！好酒量！来。王建通年事已高，看来这帮主的位子也做不了几年了。可是这继任帮主却迟迟没能够定下来。我和本帮的几位长老商议过了，想从本帮8代、9代弟子当中挑选。还挑选什么？乔大哥就是最好的人选，他当上帮主，大伙儿心服。好，兄弟们都推举乔峰，我也有同感。但是，本帮还有一件大事要办，这件大事就作为对继任帮主最后的考验。乔峰，西夏一品堂已将天下4大恶人网罗掌下，现在正在急攻我云南分舵，你火速去支援。与一品堂的这场较量，就是你要经受的最后考验了。
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遵照将军吩咐，本堂第一批高手已前往丐帮云南分舵，天下4大恶人已收下将军重礼，统一助阵。好，天下4大恶人拜会丐帮云南分舵。快，飞鸽传书，通知总舵。是。西夏一品堂。恶贼！我警告你，总舵已派乔峰赶来云南。你尽管将我们杀光，等乔峰一到，自然会将你碎尸万段，会给我们报仇的。老夫此行正是为了会会你们说的那个乔峰，他不来则已，只要赶来，就将他碎尸万段。是吗？败了。承让。让，我可不会。今日之后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好啊，随时候叫。啊，山红渐碧分烂漫，石见松立皆石为。当流赤足踏剑时，水声唧唧风吹衣。好景，好景。
啊！哇！喂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！哎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不要再打了！在下无量剑派左子木，阁下是？啊，我，在下段誉。在下神农帮司空玄。段少侠为什么要管我们两派的闲事？啊，我，你们，我不是什么少侠，也不懂什么武功。只是见各位在这里打斗，死伤那么多人，心中实在不忍，劝各位悬崖勒马，千万不要再行凶了。在下，这个是金玉良言呐。好，找死！吃吧，吃吧。好，慢慢吃啊。吃啊，吃啊，乖，乖啊，乖。女娃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路过的，看见你们欺负人，看不下去了。你叫段誉啊？虽然说你不会武功，可是胆子不小。嗨，会不会武功，遇到不平之事都是要管一管的。哎，这只小雕好可爱啊，我可以摸摸它吗？摸吧。真乖呀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闪电雕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钟灵，你就叫我灵儿吧。老左，咱们的恩怨先搁一搁，先料理了这两个小畜生，杀了他们！老左，你身中异毒，在下绝不趁人之危。我们两个的账以后再算，告辞了，走。我抓住那两个小畜生！放开我！你要死要活？我当然是要活啦。可是你活不了了。好，把解药拿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啊？那我们两个怎么分呢？好，我饶你们2条命。解药呢？我身上没有解药，只有我爹爹才有。你爹爹在哪儿？我爹爹当然在家陪我娘喽。先把你头发烧光！你敢？我怕疼。怕疼？那就把解药交出来。你这个人真笨呐！我的闪电雕是一般的东西吗？有那么好治的吗？那我问你，被毒雕咬伤能活几日啊？我爹爹说能活10日。不过。帮助你内力深厚，武功高强，我想，能活20日。好，
给那小子服7日断肠散。你干嘛？又不关他的事。段大哥，段大哥。小子，你听着，断肠散7日后就会毒发，毒性之烈，肚肠寸断而亡。你小子回去拿毒药的解药来，若7日内赶回，我就把那小姑娘给放了。解药嘛，自然会给你。不行，光是解药还不够，还要我爹使独门内功才行啊！那就叫你爹的一起来。不行，我爹是从来不出谷一步的。这样吧，干脆我们大伙一起到钟姑娘的府上，然后请灵尊大人医治解毒啊！不行，不论是谁，只要踏进我家谷一步，便非死不可。不行，你奶奶！如果这小子不把你爹请来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段大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我家怎么走。你真的不会武功啊？哎，我真的不会武功，就是因为我爹常叫我学武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。哎呦，江湖险恶，你不学武功更危险了，你还是学点武功的好。打打杀杀，有辱斯文，我还是不要学的好。哎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们家怎么走吗？好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们家呀，哎呀，你到底会不会武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在无量山。段大哥，你带着我的鞋给我娘看，记住，千万别说你姓段。小子，期限一到，你要拿不回解药，老子就把那小妞一刀宰了！不会吧？这样的地方也有人住？在家断狱，擅闯贵府，还望主人恕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
是有一个女子住在这里。她为了什么事如此伤心，竟然远离人间？她一定每天在这里顾影自怜，实在是令人神伤啊！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不免玷污了家人，我应该死在外面的湖边上才是。不然有后人来到，看到我的遗骸，还以为是家人的枯骨呢。这样看着姑娘，实在是太无礼了。啊，神仙姐姐，小生段誉，今日能睹芳容，死而无憾。也不知神仙姐姐怎么称呼呢？逍遥子为秋水媚书，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神仙姐姐，洞中的确无日月，但人间真的至乐也吗？叩首千遍，供我驱策。神仙姐姐，你要我可以牵个头啊？999、1000，汝既叩首千遍，自当供我驱策，终身无悔。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，每日谋武有30，务须用心修习一次。神功既成，天下各派武功皆尽为汝用。学成下山，为吾杀尽逍遥派弟子。又要学武，又要杀人，这不可以啊！神仙姐姐，这不可以啊！
北冥神功，吸人内力，还有这种武功啊！凌波微步，这个不错，用来逃跑比较好。要是我学成了，就不会被人家抓住了。哎呀，钟灵姑娘，哎。神仙姐姐，你让我朝5晚3次练功，我听你的。可是，如果别人不打我，我就不去吸人家内力。那个凌波微步，我一定好好练的。别人打我，我就会溜之大吉，这样就吸不到别人内力了。神仙姐姐，我还要去救钟灵姑娘呢。等事情办完了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断者入此谷，杀无赦。哇，这么狠性断的，天底下那么多性断的人，你哪杀得完呢？哎，果然跟钟灵说的一样。公子姓段。晚生姓段。你说小女她怎么了？哦，灵儿，她遇上什么事了？宝宝！哎，这孩子，他一出去就闯祸。哎呀，好端端的进贤儿让人给杀了。我丈夫他回来了，他比较多疑。哎，段公子，你先躲一躲。晚生正想拜见前辈。哎呀，过来！嘘，你躲在这儿，千万不要出声，听见没有？宝宝，宝宝，进贤儿死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宝贝！哎呦，奶奶的，是那岳老三干的。我让进贤儿去接他，让他管岳老三叫三老爷。嘿，岳老三不干，非说自己是岳老二，一会儿就把进贤儿的脖子咔嚓给拧断了。哎，咱们安安静静在这谷中待了10年了，我足不出谷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非要请那4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的？宝宝，我的老婆，我请4大恶人来，还不是怕你被那姓段的他？你还是忘不了那件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想打死我，一了百了算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宝，我不该，我说错了。谁？谁呀？你是谁呀？躲在我家里干什么呀？又是个小白脸啊！宝宝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位公子是来报讯的。对，报讯的。你报什么信儿啊你？那臭小子，油头粉面的，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是。你，快说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姓段，特来报讯的。姓段，又是个姓段的。你爹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段誉，大理人士。我的父亲是段正淳。你父亲是段正淳？正是。你是段正淳那个混账的儿子！不许你辱骂我父亲！
我就骂段正淳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混账小子，我就骂。朱万仇，你若跟我父亲有仇，应该光明正大的去骂他。你背后骂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啊，我父亲就在大理城中，找他容易得很。为什么在自家门口那块牌子，说什么姓段者入骨就杀无赦？我不是怕斗不过你爹，我是怕我的宝宝。我是个胆小鬼，我是个胆小鬼，我是个胆小鬼呀！段公子，令尊这些年身体可好？一切都顺心吗？家父安好，诸事平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走吧，请公子带路，我和你去救灵儿。伯母要亲自去救，那太好了。伯母治得了闪电雕的毒吗？不能治。那救不了左子木，他们不会放人的。我不会救人，还不会杀人吗？走吧。哦，段公子，你爹他有几个姬妾呀？一个都没有，就连我母亲也没有跟他住在一块儿。哦，那他是不是每天还勤练功？这么多年，武功是否大有长进？是啊，我父亲是每天都练功，但他功力怎么样，我就不懂了。他武功没搁下，那就好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一点武功也不会呢？这，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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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万仇，宝宝，10多年了，我钟万仇没有亏待过你，你怎么还想着那个段正淳？你为什么不躲剑？你故意不躲剑是不是？段公子，我不去救灵儿了，他自己闯的祸，让他自己听天由命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段公子，你告诉左子木，就说我丈夫是当年纵横江湖的马王神钟万仇，我叫甘宝宝，外号不太好听，叫俏雅叉。如果他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的话，我们夫妻俩绝对会手下无情的。是，晚上这就去传话。段公子，等等。哎呦，你把这东西交给你爹，请他出手救我女儿。可是要我爹出手，自然是救得了钟姑娘，只不过我要赶去大理，我怕来不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借你一匹好马，你往前走5里，那儿有座房子，你去跟那里的主人借马，就说我让你去的。记住，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爹。有人吗？什么人？晚生段誉，奉万劫谷敲咬叉甘宝宝之命，特来借马。你借马？为什么事啊？钟灵被抓了，我赶着去传信。钟灵这小妮子又闯下什么祸了？既然是甘宝宝的面子，
你就自己去牵马吧。这马叫黑玫瑰，你办完了事尽快还我，我不见你。你牵了马，自己离开就可以了。那我就多谢姑娘了。我办完了事情，立刻将马送还给姑娘。这。 小贱人！不要追了，那不是他，去他家。那位姑娘有危险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给她报信儿。这。 快走啊！有人要害你，快走啊！快！姑娘，他们进去了。姑娘，他们是来害你的，你要小心啊！ 这下来，快收拾！哎，快收拾！干嘛？哎，过来！姑娘，要小心啊！姑娘，哼，小贱人，看你跑到哪里去！你不赶去救人，回这儿干嘛？我知道姑娘有难，当然是赶回来先救你了。救我？就凭你？当心平白无故送了你的小命，后悔都来不及。 大丈夫行事，但求义所当为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凭你这点能耐，也敢自称大丈夫？嘿！抓住他！姑娘，你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吧？哎呀！你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啊？我不跟你走了，你快放了我！你现在服了吗？还敢不敢自称大丈夫了？不服！大丈夫就是大丈夫！再不放我，我可骂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胆子你就骂吧！这10多年来，我还少被人骂吗？你快放了我！你这个疯丫头！我就是不服，我就是大丈夫！怎么，你还不服？你不说话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，让你永远都说不出话。喂，疯丫头，你真割还是假割啊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要是割下来了，你有本事装回去吗？这个我还没试过，今天正好拿你试试。哎，别！你这要割下来了，那一定装不回去。这个不用试了，这个我知道啊。算你聪明。哎，这样。
像你这种疯丫头，还是后会无期吧。驾！就。叫！跑马，快跑啊！不要让他追到。马儿，你别回去啊！你别回去啊！啊，好马儿，好马儿，别回去啊！别回去，别！好大的胆子呀！私自逃跑不说，竟敢偷我的黑玫瑰！我又不是你的仆人，要走要留看我的心情，谈不上什么私自逃走。至于这黑玫瑰嘛，是我先前跟你借的，还没有还你，所以呢，算不上是偷。还敢狡辩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竟敢一再的顶撞我！在下是关系朋友安危的人，如果姑娘对我以礼相待，我自然不会顶撞你。你走吧，今天暂且饶你一命，等哪天姑娘不高兴了，再来取你的性命。疯丫头，不，姑娘。姑娘，我好话说尽了，你到底去不去救钟姑娘啊？你对钟灵倒挺好，我师傅说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个个只会花言巧语的骗女人，男人的话一句也听不得。你休想骗我跟你去救钟灵！喂，姑娘，你要是不去救钟灵，就没人能救她了。那他一定会被佐子木杀了的。他是死是活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和钟姑娘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是不是？把斗笠摘下来。你穿上这件斗篷，倒还挺像个姑娘的。要是再撞见别人，人家也不会误会我们一男一女。姑娘，你伤口还疼不疼？废话，我在你身上割2刀，看你疼不疼。姑娘，无量山剑湖宫是不是在那边？好像是啊。你要去那里吗？装什么傻？你不是盼着我赶快去救钟灵吗？要去，快点上马。
是，多谢姑娘。抓紧了。哦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等救出钟灵，这小丫头一定会跟你说出我的姓名，你不许听。好，我不听，我保证不听。就算听了，也不许记住。好，我就算记住了，也想办法忘了。无量剑派就在前面了，我们待会儿悄悄地过去，救了钟灵就逃，怎么样？说得容易。怎么逃法？你和钟灵骑了黑玫瑰就跑，无量剑派他们追不上你们的。那你呢？我给无量剑派逼着服了断肠散的毒药。佐子木说7天内毒发身亡，拿不到解药，我逃也是没用的。既然你服了毒药，为何不先设法给自己解毒，却来给我报讯？我本来以为黑玫瑰脚程快，报个讯耽误不了多少时候。你到底是生来心好呢，还是个傻瓜？我想各有一半吧。我不会逃，也不会骗人。我跟他们要钟灵，要解药，他们不给，我就杀人，杀到他们给为止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佐子木呢？快让他来见我们。小人不知灵鹫宫圣使驾到，多有冒犯，请圣使恕罪。什么灵鹫？快让佐子木来见我们。是。哎，灵鹫宫可能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。无量剑派佐子木，恭迎2位圣使，恭祝天山童姥万寿圣安，万寿圣安。起来吧。是。那钟家小姑娘呢？带她来见我。是。带钟灵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松绑。是。松绑。钟灵，快过来。你又是什么人？你，圣使面前不得无礼，老人家叫你过去。过去就过去。启禀圣使，属下被这小姑娘所养的闪电雕咬伤了，毒性厉害，请圣使开恩。姐姐，童姥的灵丹圣药就给他一些吧。多谢童姥大恩大德，多谢圣使恩德，属下共有19人被毒雕咬伤了。伸手。内服一些方可解毒。是。姐姐，走吧。啊！我们走吧。恭送2位圣使，恭祝童姥他老人家万寿圣安。恭祝童姥他老人家万寿圣安。木姐姐，多谢你和这位姐姐来救我，可是我还要留在这儿。留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儿等段大哥，他去找我爹爹，可是还没有回来。哼，姓段的，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他说过他会来的，就算我爹爹不来，段大哥也会回来的。臭丫头，男人的话你也信？段大哥不会骗我的。
你段大哥没骗你吧？段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。不许这样。姐姐，你怎么会和段大哥遇见的呢？段誉，我的名字，反正钟灵这个臭丫头会告诉你的。不如我自己告诉你好了，我叫穆婉清。穆婉清，水木清华，惋惜清扬。哼，姓得好，名字更好。好过你这一段木头，名誉极坏。我段誉呢，是名誉极好的誉。他在那儿，在这儿，婆婆，他在这儿。小贱人，看你往哪里逃！都追到这儿来了，能耐不小啊！把这个贱人拿下！快走啊！穆姑娘说人家围攻，我们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穆姐姐自有脱身办法，你不用担心，走吧。穆姑娘，你先走吧。我如果负了穆姑娘，非做人之道，倘她敌不过围攻，我再爬好言相劝，说不定可以挽回大局的。你这呆子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钟灵，你自己走，去拉他。再不走，我就射你眼睛！钟灵，再不走，我就射你3箭！段大哥，你自己小心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小贱人受了伤，大家一起上！啊？怎么办？走！哎，这样，小贱人，跑到天边，我也能追上你。我看他们逃不远，从这边追。是。悬崖，黑玫瑰，不要怕，跳过去。那小贱人和那臭小子就在崖上，这回他们一定跑不了了！快！喂，你们别上来，很危险的。哎，快！哎呀！千万别让他们上来！哎，别再上来了，再上来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再上来了，我真的不客气了。呀！穆姑娘，不好了，我刚才杀了2个人啊！不，是3个人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无故杀人，罪孽可大了。谁？那个金主死变？此人武功了得，你快想办法逃命吧，不用管我了。不行，这人上去就糟了。奶奶的！你不要再上来了！你这么大块的石头没有？这一砸下去你就没命了！你快走吧！臭小子，你竟敢对我无礼！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！你再上来，我可就要扔了！
你敢？你小子还真敢呐！啊！哎呀，木姑娘，那个人好厉害，我们快跑吧！来不及了，走啊！想跑呀！哎，他逃不了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嘿，老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恶神，武功天下第这个啊！两个小娃娃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头了吧？啊！原来尊家叫做南海恶神，武功天下第，那个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在下这几天遇到了不少的英雄好汉，以尊家的武功最为厉害。我扔了几十块石头，居然1块都没有打到你，真是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你小子本领稀松，眼光倒还不错啊！啊，好了，老子就饶你一条命。那你连木姑娘一起饶了吧？我不行，不行。小煞神孙三霸是你杀的，是不是？不错。那孙三霸是我的心爱的弟子，你知道吧？杀以前不知道，杀以后知道。那你怕不怕我呀？不怕。你竟敢不怕我？怎么，4大恶人中的岳老三要和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子动手吗？江湖上的人都说南海恶神是个大大的英雄，不要说是受了伤的女子，即使是无力还手的男子，他都不会欺负，是这样的吧？这话有点道理啊。是啊，而且我还听说南海恶神是4大恶人之首，但是有人却叫你岳老三。要是依我的话，应该叫你岳老大才是啊。哎，你小子真是聪明啊！你知道我岳老三心中的委屈。当然了，这岳老大是不可能的，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岳老二吗？是啊。好，岳老二英雄好汉，不杀受了伤的女子，就饶你们一条小命。不过听说你立下个规矩，不许别人看你的容貌，看到你容貌的人，你要不就杀了他，要不就是嫁给他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干嘛要立下这怪规矩啊？这是我师父让我立下的毒誓，否则师父就不传我武功。那我就是要看看你的容貌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再啰里啰嗦的，我不但要看你的脸，连你全身底衫全都挖个精光。你过来。你是世上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，希望来日不要负我。你要看我容貌，得先问我丈夫。你嫁人了？你丈夫是谁啊？你知道我立下的毒誓，这个人已经看过我的容貌，我不愿意杀他，只好嫁他。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！哎呀，跟我走！你带我去哪里呀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现在赶紧快的叩头，求我收你为弟子。你求我立刻就答应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一个说要收我为徒，一个说要嫁给我。哎，刚才呢我没有注意到，现在我仔细这么一看呐，你看，你脑后的后脑骨跟我的完全一模一样啊！真是武学的奇才呀！我决定了，决定
收你为徒。啊！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，滚出来！你们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恭喜我收了个好徒儿啊？来抓个小贱人的！她是我徒儿的老婆，谁敢抓她？奶奶的，都给我滚开！滚开！老大在叫我，没空跟你多说了。徒儿，待会儿有空再来拜我为师。呀！怕了吧？你们要是再敢上来，我就一个一个把你们脖子全都扭掉！哎呀！哎，催什么催啊？干嘛催这么紧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乖徒儿，我要去那边，你乖乖的在这待着，不许走开啊！幸亏姑娘机智，才将这个大恶人骗走了。我没有骗他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丈夫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以当真呢？怎么？你不要我？你嫌弃我？穆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哎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段郎，你怎么了？像是短肠散的毒药已经发作了。段郎，你可不能死啊！段郎，只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，像你这样美丽的容貌，我也见不了多久了。不，你是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。你死以后，我就划破脸，不让第二个男子看见我的脸。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这么一个无德无能的人呢？从你冒险来给我报信，我就一直忘不了你。那群奴才围攻我，你根本不会武功，却不肯一个人逃走，我心中十分感激。倒是应该感谢南海恶神，他恶心办好事，成全了我们。刚才形势紧急，你是出于无奈。我发过的誓怎么能更改？你要是不愿意娶我，我就一箭射死你，然后我再自尽。说，你愿不愿意娶我为妻？我肚子好疼啊！快说，你愿不愿意做我丈夫？